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2个星期五，12月12日。今天的主题是狂风大浪与信心。我们预备聆听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路加福音8章22到25节。有一天，耶稣同门徒上船，对他们说：我们到湖的那边去。他们就出发。船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忽然有一阵狂风袭击湖面，船灌满了水，非常危险。门徒到他跟前，叫醒他说：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快没命了。耶稣醒来，斥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息，湖面平静。耶稣问他们：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稀奇又惊骇，彼此说：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向风浪下命令，风浪也听从他。我们一同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。为什么是在哪里，而不是是什么、有多少，甚至在谁身上？在哪里暗示着信心不在，尤其当许多人思虑着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正走向灭亡。待降节正是问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的最佳时机。你会如何回答那个问题？在前往加利利对岸的途中，耶稣在船上睡着了。忽然之间，狂风大作，巨浪拍打着船身，非常危险。门徒们惊恐地喊道：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快没命了。耶稣斥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息。斥责和赶鬼原文是同一个字。路加描写耶稣这一次行神迹，重点不在他超越大自然的全能，而在他超越魔鬼的全能。狂风大浪又混乱的大海，象征邪恶和魔鬼的力量。耶稣行全能驱魔之后，询问门徒他们的信心。耶稣对他们有何期待？他不期望他们有平息风暴的信心，他期望他们不害怕。询问他们的信心，正与他们的恐惧有关。和耶稣相伴已有一段时间，他们对他的信心在哪里？
为何竟如此害怕？他们本应知道，有他在同一船上，他们是安全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所以才害怕。恐惧而非怀疑，才是信心的相反词。耶稣的同在，并不能使我们免于遭遇不幸。风浪会来到，认为与耶稣同在就万事安稳，纯粹是感伤主义。克拉克如此的写道：恐惧，当事情有违我们所愿时，今日常有的反应，这表明信心不在。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，坚定的信心只来自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搏斗，以及严格的检验。用耶稣的问来省察我们自己，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你的问题挑战我更深入的思考我对你的信心。当恐惧占据我的心时，请提醒我转向你，信靠你，等候你的作为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让信心而非恐惧主宰你的生命。